咱要做伙唱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一生尊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心心亲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圣心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一永活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灵全智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愿主甲咱三角同在，踮伫咱的礼拜中间，伊的圣神充满咱整个会中嘛充满着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咱做伙开嘴开声来学乐主。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宝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圣心亲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圣心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一永活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灵全智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兄弟姊妹，恁知影咱的周报拢有咧顶伫接续的礼拜四，咱的关怀协会会开一个唱歌班，唱歌班，咱有邀请咱教会出身的青年要来教导。恁若有注意到这条消息，恁若有时间欢迎你报名来参加。开费小小的费用，互老师会教导咱怎样用咱的声音唱出美妙的歌声。这美妙的歌声若唱出来，就会学乐上帝。这个声音就透到天庭，互主来欢喜。咱大家搁做伙来吟诗，学乐主。我要唱歌来学乐，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
阿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愿要唱歌，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亲密的听。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关灵的名，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一永活上帝，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全能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愿主甲咱三角同在，咱做伙三角来祈祷。疼痛的主，互阮用歌声出阮的心来学乐你，互阮用心甲你亲近，嘛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你的圣神永远同在。主，你赐了圣神互阮，对你搁我的时，主你。将你的话交代你的学生，就去传福音，传到地尽头，就奉主的名来甲因洗礼。愿上帝帮助阮，阮搁较爱用心伫保养、伫宣扬。愿主你帮助阮，互阮的内心得到改造，互阮用学乐欢喜来侍奉，互阮每一届学乐的时，毋是干那。嘴叮当，佮用阮的心，用阮的心灵，佮诚实来投入。愿主你甲阮同在，阮要开始的礼拜，主你互阮的心灵得到平静，嘛互阮的心灵来仰望你，靠无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这平安，请咱闭慢心来开始今日的主日礼拜。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祈祷，望你
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用颂赞入去伊的城。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起立来吟。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5篇，诗篇第8篇。咱用启应的方式，同齐来读上帝的话。上主，我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去做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
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一声，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同心祈祷，至圣的上主，阮要感谢称赞你的名，感谢你的慈爱对过去续到永远，你的信息透到万代。主啊，你丰富的慈爱毋捌改变，你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也无看轻。生活的重担，互阮软弱，险要跋倒，苦痛不时颠盘。阮知家己的过失，阮的罪恶不是伫阮的目睭前。阮要认家己的罪，接受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成的救赎。阮的私欲、虚假、自私、骄傲，恳求圣神扶持帮赞，洗除阮一切的罪。求你怜悯，求你撤销阮种种的罪过。了解人内心的上主，伫阮软弱，毋知要安怎祈祷，求圣神扶持帮赞，因为袂当表达的吐气，替阮祈求。阮知毋是阮经历，是你大声听阮，竞选阮，阮才无被弃杀伫火炉内。主啊，我要重新结连伫你内面，学习倚靠。听候，阁有行动力的功课，因为你是信实守约的上主，你的应允是通信靠的。伫你的怀抱中来得到快乐，亲像鹰鸟天翼飞悬。伫教会生活中，你教阮肢体着彼此相挺，真诚关心大道，认真读你的话，互信仰定根伫石盘顶，心得火热，实践教导，互上主得到荣耀。祈祷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上诉阮平安。阿门。圣歌队要用，阮只是阮伫主面前，带咱学乐。
领受上帝话，腓立比书4章第4节到第7节。现代台语汉语本第433页。上帝话安尼记载，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着互众人看出恁的宽容，主特别来啊！拢毋通挂虑啥物，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本会陈牧师要用有喜乐就有平安来正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接续要进入10月份吼，咱10月份有中秋节，也有双十节，等等遮的连续假期，大家兄弟姊妹会当有好的安排吼，包括厝人会当团圆。但是咱嘛做伙关心华人光复乡的灾情，嘛持续关心用行动表示咱对因的疼。咱三角来祈祷，向咱主安感谢了你，因为主你是阮的山寨，是阮的帮站，是阮的倚靠。主你嘛是阮的拯救。阮全台湾，阮的国土，阮的国家安全，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掌管。帮赞执政者，帮赞有官位的人，会当好好来款待人民。愿上帝你帮赞，阮所住即个土地，明你的疼，嘛为着阮的受灾，为着阮受难的同胞来替因祈祷，嘛愿上帝你安慰，厝内有死失，以及即马暂时还找无家属的遮家庭，愿上帝你甲因同在。甲所有第一线救灾的政府单位，也是所参与的人民志工，上帝你甲因同在。嘛看到台湾人的疼心，嘛看到台湾人的彼此的关怀。主啊，阮是一个国家，是一个集体。阮看到人伫这个时阵，因的慈悲心，因的怜悯心。阮上帝你嘛因为安尼来看重即块土地所住的人民，愿今仔日礼拜，愿主你甲阮同在，期待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讲有喜乐就有平安，愿上帝的灵透过伊所结的果，透过伫咱心中所结的果子互咱嘛有得到喜乐。咱人是注重外在甲内在，啥物是外在？你捌听过一句话讲你是外贸协会的，敢捌听过这句？外贸协会的全名叫做对外发展贸易协会就是要对甲外国甲国外的国家来做交易做贸易发展安尼的一个协会。煞应用讲你是外贸协会，意思讲你是注重外贸的人，所以人是注重外在甲内在，外在上较注重的就是外贸，所以咱有当笑人讲你是外贸协会。人是注重内在，内在包括啥？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的情感在内。但是你的情感的内面，佫包括着你所有的情绪。什么是情绪？情绪就是对着代志来受到刺激，来引起身体生理的反应。情绪有好的情绪，有歹的情绪。好的情绪，喜乐是其中的一项。情绪既然是生理的反应，安尼情绪的反应就影响到咱的身体。有一条歌，天韵的歌叫做10点10分。等下咱来经过10点10分，是不是？还是10点10分？牧师你的讲道爱结束。伊讲你毋通亲像7点25分逐时爱笑文文，笑文文亲像
10:10，吼，10:10，咱甲边仔人吼，用你的10:10的笑容，甲伊对他微笑一下，哦，我哪有看到人7:25的，哦，所以7:25就是安怎？倒一个图是7:25，就是红色的迄个，吼，那色的迄个就是10:10，哦，所以这情绪的高低啊，吼，情绪的指数啊，哦，情绪的指数吼。就当对这张图，咱来看出，哦，这是天韵的歌。诗篇42篇第30讲讲，我明日用目屎准饭食，哦，咱即马咱现代台语日本讲准饭吞，哦，用吞的，咱正常的台语汉语本讲准饭食，华语讲我日夜昼夜用眼泪当饮食，对。即句咱来看，伊是属于什么种的情绪？属于哀伤，属于忧伤，哦，所以伊流目屎。哦，有人感动嘛会流目屎啊，哦，有人会感动流目屎。哦，即点礼拜咱可能伫新闻也看到真侪真感动人。哦，当然，即个事件是非常对遐人来讲，这是一个悲惨的代志。但是你看，渐渐都有感动人的故事。哦。所以，愿上帝甲咱同在，心帮助咱。有时咱的忧伤，有时咱的烦恼，有时咱的欢喜，有时咱的快乐。咱讲喜怒哀乐，吼，喜怒哀乐是咱的基本心内的情绪。情绪就影响着咱的身体，影响着咱的身躯。情绪其实伊有分正面甲负面，就是正向甲负向吼，就正的甲负的。个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有一条诗写来讲：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啊。人有悲欢离合，月安那阴晴圆缺。老师是要甲咱提醒啊，中秋节要到啊，吼所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主想帮助咱。当然，这个中秋节，咱搁再一次看到。咱台湾这个土地因为气候因为咱的地质的关系，有一寡的家庭因失去亲人。我会记起九二地震的了后嘛是中秋节，我无偌久嘛是中秋节。所以有人迄个中秋节过了做艰苦心。所以咱看着讲情绪有欢喜，有哀伤有生气。生气既然是负面的。但是生气的时，这种情绪你要安怎去甲伊要来甲伊管理啦所以若生气愤怒，其实伊爱有一个出口也有一个引导，互即个负面的情绪有一个好的疏导的方向。咱知影讲，即马伫网络嘛冤家叫做网络霸凌，即马毋是敢若实体的冤家，伫网络嘛冤家。所以咱想看卖现代人除了按赞以外因为理念的无共款伫网络大家安尼冤家。箴言17章22节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互骨孤单。喜乐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17章甲咱讲即句话是讲原来喜乐的心是上好的良药。老师探访的时上爱用即句话，包括医生开的药以外，还佫要有喜乐的心，安尼就有双倍的药效，双倍的功效。你若靠医生的药，靠治疗，你的心理忧闷忧虑，安尼你的骨嘛袂健康，骨甚至会孤单去，骨会枯干掉。这是智慧的王所罗门的箴言，甲咱讲，情绪无共款所带来的差别。喜乐是好药，忧伤互骨孤单。喜乐是腓立比书真重要一个信息的其中一项。腓立比书总共有20届提到爱欢喜，爱喜乐。这个写这张书信的人，保罗先生拄好关伫监狱的内面。保罗因为犹太人控告伊，了伊伫耶路撒冷互掠起来，
抓起来，地方官讲啊，这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因无法度做甲伊审判，所以上诉保罗为着家己澄清，为着家己上诉，了不得不甲罗马公民有身份的保罗先生保罗，甲伊送去甲罗马。所以到罗马的时，嘛是关伫监牢的内面有人讲是伊是会当有自由行动，可能伊会当互伊放风，但是还有人甲伊监督，袂当互伊走去。有可能保罗伊会当去迄啥物所在有自由的空间那亲像当迄个保释迄个，那像迄个交保安尼交保安尼，但是佫无甲咱的交保佫无共款，因为边仔有人监视监督有互伊淡薄的自由啦。所以腓立比书作者保罗关伫监狱的内面，但是一直强调爱喜乐爱欢喜。所以伫罗马社伊嘛不断互审问但是伊利用这段时间伊写批，伊嘛袂记得做福音的事工福音的工作，伊就写批来关心腓立比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了保罗先生将福音传入到欧洲第一间第一站伫遐设立欧洲的第一间的教会。所以伫遐望讲，这信徒因宣讲福音的时，爱靠着快乐带来帮助。有可能因若拄着艰难、拄着困苦的时，保罗讲这正面的情绪的快乐、喜乐，互因帮助。如果因若无伫喜乐，因就无光明，因会拄着挫折会哪来哪大，挫折哪来哪大会消极。这间教会有可能会面对这个摧毁的力量就是讲这间教会因为消极，因为忧愁烦恼无喜乐，煞规间教会规个散去。所以喜乐的力量，毋若伫腓立比教会，伊即马犹原伫各教会来发挥伊上大的快乐。所以保罗一直强调喜乐的重要伊伫第一句就讲下啦，你得爱时常甲主连结来欢喜。我佮讲一摆，着欢喜台语讲欢喜，保罗先生讲，佮讲一遍，再强调一次欢喜。所以这个欢喜变成第4章的经节一个真重要，因为保罗一直强调爱欢喜华语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我再强调，你们要喜乐总共有20多届咧讲到这个欢喜，讲到这个喜乐。咱想看卖啊，喜乐是一种比快乐更较有深的意义的一种的心情甲感觉所以喜乐毋是干那外面咱面对环境顺利就来喜乐，无顺利咱就无喜乐。保罗讲这两句讲，主确实喜乐的源头，爱靠着迄个主，靠着迄个主，才能找到这个喜乐的秘诀。所以上好的解释讲是带主的内面带伫主的内面所以咱的台语圣经翻译讲常常甲主连结你就带伫主的内面。你若要甲主连结你规气就带伫主的内面。拄讲到外在外貌，因为你内在喜乐拄讲到外貌，但是你的外貌虽然足水，但是你的心若无喜乐咧，敢若欠缺一项。你的心若无喜乐，你敢若用外在是无法度藏掉你内心的这种感觉。有时人会去感触到，对你的表情，对你的动作，对你甲你的感觉，今日去看起来较虽然穿甲足水的，但是心内感觉忧闷所以无论咱外表打扮更较安那水再怎么靓丽，内心的情绪、内心的感觉是藏不住的内心的情绪是藏不住的。所以保罗一再吩咐咱爱有喜乐，可见喜乐是一件真重要的事。我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主是咱永远的瓦靠。原本咧靠主的意思，其实就是住伫主的内面咱就住伫主的内面互主来替咱抵挡替咱抵挡
报一个牧师讲就讲，如果即个凶恶撒旦魔鬼来甲你弄你的心门，你要互主去开门啊！你互咱的主甲你开门对无？去应付这对敌，应付这撒旦魔鬼。你若去家己开门咧，哇！你就晓即个凶恶甲你你就爱甲伊抵抗。所以咱若住伫主的内面，就是讲，若有遮的歹物件，就请主去甲咱开门。所以这住伫靠主保罗的意思是讲，咱爱常常、时常、常常久长常常久长踮伫主的内面。第二，咱有宽容的心来做顺良的人。华语讲你们当知道你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要有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进了那台语的汉语讲台语的汉语讲，恁得有顺良对待对正人来显明水经君啊。即摆咱读的台语的译本讲，得互正人会看出恁的宽容主得要来保罗先生讲主得要来当然，咱讲主当时会来，咱唔知影，但是主来无圣诞节咱拢会听到马丁路德的一个马丁鞋匠马丁的故事一个甲伊讨米包的人以及一个甲伊讨啥物物件的人，连续3摆，主来到伊的身边。伊讲伊要等主来，但是主拢无来。到下晡讲主无来，伊暗时咧困的是讲我已经来啊。迄个可怜的囡仔，迄个流浪汉，迄个甲人冤家的人，就是耶稣的本身。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有宽心包容，有顺良，阁有谦让。这段经第5节就甲咱讲，咱爱用宽容的心来做一个顺良的人。一个时常喜乐的人，伊就知影讲，伊要安怎来宽容人，对人有包容。台语讲着对正人显明，叫正人知影。这较像是讲，我故意伫人的面前来表现，这是指安那，咱将咱内心的宽容、顺良，互即个美德会当流露出来，互人感受到，毋是故意，毋是故意讲，我就是安尼的人。其实，若有宽容的人，对你平常的生活，就会当观察出来。这毋是一时的，是无法度稳重的。所以保罗先生甲咱讲咱着对人显明，毋是要亲像福音书耶稣讲，咱莫亲像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咧祈祷拢徛伫个路口，伫遐祈祷，互人看讲伊足虔诚的。毋是，是咱自然而然咱就有即种的款式来流露出来成做一个美德，互人去感受。所以咱对即2点来看，主是咱永远的倚靠，伊去用宽容的心来做一个顺良的人。第2部分，咱对喜乐来得到积极正面的平安。只有喜乐，你才有正面阁积极的平安。虽然伫教会咧讲请安，其实你对你的面容对你的表情，对你的行动，会当看出你的心是到底什么种的心？是喜乐的心，还是忧伤的心？所以咱就喜乐的心来互相请安，毋是用假，毋是假，毋是假装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真实对你的内心甲伊流露出来。所以伫腓立比书4章第6节，甲咱讲安怎，拢毋通看入什么，万事得用感谢的心祈求，万事得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凡事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上帝。意思就是讲，咱的心若无钩这跨路就挂袂起哩。咱你的心若无钩这跨路就挂袂掉。你若有钩你要挂一个物件，像讲咱的壁有一个钩电风就挂伫遐。
啊，你的心若有忧有高啊，这忧虑甲挂伫遐，就挂伫咱的心，叫做挂心啊。所以咱的心若无高，就忧虑就挂袂起。哦，那所以咱生活大项的代志，咱无需要家己来担当，互主来替咱担当。哦，就爱以无挂虑，吼，无将忧虑挂伫咱的心内。咱爱靠祈祷来消除这个快乐。祈祷是一种交托，发生任何代志所产生的情绪，拢完全交伫上帝。圣经嘛甲咱讲，不可含怒到日落，嘛袂当生气甲日落。日头落山了，犹太人讲日头落山就是安那，就是一个新的一天啊，所以安息日安息日的开始，对拜五暗时。日头日落就开始啊，到礼拜六。虽然无生气到日头落山，虽然心中，咱的心中这大项的事，即个祈祷来放伫咱的主的心上，互主来替咱担当。但是保罗先生讲，毋是干那祈祷一直祈求，咱毋若恳求，搁爱加上感谢。将咱的忧虑交互上帝，祈祷是一个真好的方法。所以一个人凡事来祈祷，伊就无烦恼、无快乐，因为这互咱快乐的事，伊嘛用安尼来感谢上帝，安尼嘛互咱的压力来减轻。依附快乐上重要就是你的祈祷，用祈祷来交托，用祈祷来交托。第二，喜乐会超出人所料想的平安。所以70天讲，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的一切所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甲意念，这是超出人所想会到的。所以上帝讲，所想赐予你超越一切人会当了解的平安。人所想袂到的平安，来享受互你。尼希米伊接受上帝的呼召，当去到伫耶路撒冷，要起造城墙，伊担当安尼任务。伊当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又利用半暝去巡视这个城墙。其实看了心是忧伤痛悔，因为城墙被毁坏，所以看到安尼讲咱的圣殿、咱的城墙安尼，是若无城墙，敢若无一个内外，所以看到城墙是毁坏，所以感觉讲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来起造城墙。但是一般的人，用一般的人来想是无可能，但是尼希米用52日就来完成这个整修这个城墙的工作。所以当这个祭期合格，咧分这个合格的时，修建的城墙已经完成的时，以色列咧读上帝的律法，咧读这个律法书，众人欢欢喜喜的时，伫城墙伫圣殿遐组织的时，尼希米提醒大家也伫上帝面前先反悔悔改，因为伫这个充满欢喜的日子，大声来悔改认罪。求上帝消除咱祖先所犯的罪，因为伊已经受了，但是即马重新倒来到伫因的原来所住的所在耶路撒冷，起圣殿起城墙，所以当重新起造的喜乐，就是互上帝先来赦免咱，靠着主来欢喜，人来看到这个回归的百姓，因先经历上帝赦罪的恩，来得到救恩的恩惠，安尼来欢喜。所以咱若每一人伫苦毒、伫怨恨、伫消极的情绪，安尼是无法度得到喜乐的。那么求上帝先来赦免、消除咱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尼希米书第8章第8章第10讲，你毋通忧伤，因为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所以当这城墙完成的时，提醒大家先悔改，或者过去的忧伤
这个过去咱的祖先的罪，安那得到主赦免，然后这个欢喜的日才会临到。所以求上帝嘛，踮伫咱的中间，咱有时咱会有负面的情绪，嘛有时咱会肢体咧相处的中间，产生无欢喜的情绪，安尼要安怎？因尼米第8章第10讲讲你毋通忧伤，要因为上主爱对上主来得到欢喜的快乐，这个欢喜是咱的快乐。最后甲大家做三角来分享，就是讲，咱对祈祷来消除快乐，对将有喜乐来带出超出人所料想的平安。所以有喜乐有平安啊！你有喜乐才有平安。所以你有喜乐，的上帝赏赐予你超越人所想象的平安。所以心内有平安欢喜的人，伊心就无够，快乐挂袂起。这负面的情绪，有当时拢是这个撒旦的计谋，有当时咱中着计，咱毋知。所以嘛，求主来怜悯咱，来赦免咱。所以上帝所赏赐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嘛，亲像城池咧亲像军兵咧固守城池一样，安尼甲你固掉。愿上帝保守咱的心，互咱一切的快乐忧虑来离开。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当你的奴仆保罗伫监狱的时，是上界无自由。是行动无自由，讲话嘛无自由的时，伊却用这个时间来关心教会、社会来关心，对腓立比书阮领受着，着靠主来喜乐，着倚靠主来喜乐。特别倚靠的时，阮大声爱求上帝来怜悯阮，来怜悯阮，因为什么代志互阮忧虑？因为什么代志互阮无欢喜？因为什么代志互阮的心无平安？求上帝施恩，因为这个负面的情绪，阮就无法度有平安。真正的平安就是用喜乐以及心爱有宽容。愿主帮助阮，阮对主来领受喜乐，有喜乐才有平安。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咱用圣诗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来回应上帝的听，起立来吟。无论
行尽力，家己本分，着辛苦伊虽然袂肯定，也顾为伫真实面存。请坐。接续奉献由主会执事、明典执事来施献。咱掀开周报第3面，本周金句，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腓立比书4章4节，请。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腓立比书4章4节。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腓立比书4章4节。第3面，本周聚会表、礼拜事奉表，请咱同工弟来注意。本会消息第一，
礼拜后有爱餐，感谢秀芬长老的准备，请可爱小组来做收拾。第二点，本主日下晡2点，伫礼拜堂有圣乐观摩的音乐会，是中华双联部甲福尔摩沙圣乐促进会来主办。本会圣歌队有受邀请，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因为中昼12点以后，陆续有团体会来到咱的会场，会用教室甲餐厅吼，就是咱地下室来做休息，也是做庄重的部分。请咱兄弟来体谅以及配合。第3点，伫拜三基督会是温柔小组和德行小组为因来带导。欢迎兄弟参加。第4，本会平执事甲乃其姊妹伫拜六下晡3点，10月4号有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请兄弟来参加。第5，10月5号拜日，双联曙光纪念主日，由双联团契来服侍献诗。当日奉献地会放伫迄个服务台，要为中华双联部来做奉献。第9点则补充报告吼，就是10月19耶和华礼拜，咱早时7点10分要集合，7点半要出发。第10点，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9月份的答案吼，伫下礼拜周报会补丁。团契消息第2点甲第3点，青年团契和双联今仔日爱餐后拢有聚会，请注意。第6点，圣歌队伫拜六下晡1点半到2点半要练习吼，请咱嘛是来注意。第6面则有集体关怀协会的消息。第7面奉献报告，若有错误，嘛请兄弟免客气来对财务组来提出更正。以上。下面来介绍人客吼，杨恩琪，拍拍欢迎哈。恩琪弟兄对桃园来。牧师简单报告，咱总会教社委员会教社委员会对花莲即届所发生的即个泥水流啦吼，其实应该算土石流的一部分。即个灾情，咱总会已经有账号，咱账号拢有出来。即段时间，咱请兄弟姊妹着别办心，咱后一个礼拜咱会公告。咱则对总会即个账号，恁若有关心也想要奉献，会当对即个账号来奉献。咱毋通对外吼，因为你毋知影你奉献去佗，到底遐个钱有用伫灾民的身上无？即马诈骗很多啦吼。愿上帝施恩伫迄个所在，佮继续来搜救即个失踪的人。恁若有感动，嘛伫总会网站拢有连结，但是咱要自备清洁的工具，以及你的交通。总是有团队，听讲有团体提出申请代替，帮你处理车票。但是你也个人就爱家己前弄，详细你爱处理你正大的这个问题。目前大概是安尼。物资即摆完全无欠吼，所以你若要捐物资。应当啦，就是讲搁过一站嘛，因为这安定是几工仔的代志，可能要到一段时间，原主甲遐个灾民三甲同在，咱做伙三甲来，嘛特别为着这项事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希望上帝，阮恳求你听阮的声，帮助阮。政府伫即届地方甲中央的积分咧处理即个堰塞湖，总是阮知部分无够完全的所在，以及致到人员的失事，
求上帝你疼惜，疼惜花莲这块土地。去年有地震，今年有风台，总是大概受灾的所在，花莲拢有份。求上帝你怜悯，疼因，因为因面对的灾难，敢若比其他的所在来得搁较侪。主你疼惜，恳求上帝你疼惜台湾这块土地，因为阮每一年拢爱面对风台的威胁。像是搁较早进前有几啊年无风台，阮就安尼来庆贺这风台的威胁。当阮过去咧欢喜讲为什么主你咧保佑台湾的时，但是伫即几年，我嘛看到这气候的变迁，求上帝你疼惜，因为这天气主你掌管，阮人只有靠着预测风台的方向，以及雨水要落伫什么所在，阮只有当预测，但是实际情形嘛是主你来接你，嘛恳求你怜悯疼惜。嘛，这危险危机还未消除进前，阮的政府嘛咧努力，要安怎好，佮村内水会当来得到引流，也是这水安怎来互伊用各种的方法，互这威胁来消除。嘛，恳求爸上帝听光复乡听凤林镇遐个受灾的人，为人财产损失。阮对着新闻来看去，阮替因祈祷，妈妈好友兄弟姊妹来替因祈祷。阮知影这是爱一段时间才会恢复平常正常的生活。这段时间，这个灾民因爱面对清扫家庭、清扫家内，以及看到足侪拢是士大人，甚至有的是家己一人大的士大人。主帮咱嘛有真侪优质的青年、优质的志工，对东西南北来到华人来帮助因。主你嘛甲这志工同在，保守因摒扫的过程拢平安。求上帝疼惜这地方政府帮助因较积极来帮助这个灾民来疼惜因。恳求你施恩。疼惜，阮的总会嘛发出呼吁来关心这个受灾的人。主我嘛看到台湾人民同胞伫苦难的时，迄种的慈悲心，迄种的疼心。主阮嘛平常时嘛会当安尼较侪相疼，较侪相疼。阮知影雨水无情，但是这雨水佫比雨水佫较无情。主帮助阮，阮嘛无因为安尼，伫理念无共款，佫产生佫再一开对立，求上帝帮助。阮较重要的是疼惜这个受灾的人，疼惜这个艰苦的人，疼惜因这段时间生活。主恳求你施恩，阮特别为这件事伫礼拜中间来为因祈祷。相信阮也为着阮的教会过来10月份的活动，邀活礼拜，求上帝保守，兄弟姊妹也有参与的心。阮伫邀活礼拜中间嘛彼此连结，求上帝你施恩。我嘛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顶礼拜阮的关海协会以及助理二会出外平安出平安日，嘛伫这活动的中间，得到侪帮助，领受侪来安尼感谢主。阮献上祈祷感谢，嘛求上帝你为着下晡少年部所办诗歌的活动，互阮伫诗歌顶面来敬拜上帝，阿拉上帝。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条咱来行平安礼。
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起立来吟。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硬险欠必是正，让我家己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亮，对嘴带是袂老，这是我人生撇前路。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平安上帝，互恁一尽正生，互咱伫主过来日，互咱拢得到完全。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会倒闭会。